台北武器馆今年满20周年啊，这馆方有规划特点。今年以武器新浪潮做主题，那有这金光的布袋戏翁啊，也有台湾霹雳布袋戏和日本动画界合作的《东离剑游记》的布袋戏翁啊。今年也有邀请到这外国的翁仔戏艺术家来到台北武器馆演出，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。 这翁仔拢是德国艺术家卡拉所想象出来的机器人，伊运用即时投影动画甲声光，一幕一幕呈现伫未来人类拢消失去的世界。到底这个机器人体内会留下什么人类存在过的痕迹还是概念？台北武器馆邀请卡拉来参加因20周年的馆庆，希望透过不同国家的表演，让台湾民众了解翁仔戏有无同款的面貌。 Normally, I do not manipulate them. They are the actors, and the camera is really doing the movement. I call this live cinema because I do a film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 eyes. So I film, but the audience can see how I make the film, and they can see the final result on the big screen. 这款表演形态和咱过去所了解的翁仔戏是真无同款。今年台北武器馆20周年嘛特别规划特点，以武戏新浪潮做主题，展出艺术家柯大王所画的金光戏翁仔，佮有台湾霹雳布袋戏和日本动画界合作的《东离剑游记》布袋戏翁仔，现场也有展出受培养戏启发的时装作品等等。创作者对传统的这翁仔戏去得到这概念，去做漫画也好。 去做小说也好，去做这个布袋戏的戏剧也好，拢有受到这影响吼，所以互大家了解讲，这个戏出这个表演艺术，有几啊种无同款的表现的这个面貌安尼。 馆长表示，台北武器馆满20年，也是真少年充满可能性的博物馆。因希望将做一个支持创作者的平台，嘛兼顾和民众互相交流。未来会继续提供多元的表演、工作坊和展览，让民众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翁仔戏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